今日咱有算作是无共班的学员做伙来上啦吼。无共班的大家可能程度无一定完全共啦吼。就是咱这个绘本吼，基本上咱一字吼要看字，汉字甲罗马字来做伙用的这款写法吼的绘本。我想是将这无共本的绘本吼，咱可能有诶读过，有诶已经讲互囡仔听过。完全即本暗密码也毋捌读过掠手，就是毋捌读过，也是讲毋捌讲故事互囡仔听。输入一个，迄个，歹势，啥物大名我怎影袂？迄个名啥嘞？除了输入以外，佮文件了，是文件啦，文件，要毋捌读过。所以呢，除了文件甲输入以外，其他拢已经读过啊，对吧？安尼是毋是会当下课啊？无啦，我讲笑啦吼。无啦，就是讲因为恁吼已经拢有，可能嘛甚至有诶有，我等下要搁参考名。就是讲，可能有诶嘛有看过罗里亚剧团吼，毋知有看过无？就是罗里亚剧团有就即个故事搬故事剧场啦，可能有诶有看过吼。无论是啥物方式，当然搬故事剧场其实是搁甲即个绘本搁再改编过啦，因为戏剧的物件，咱知影吼，伊搁爱变过啦吼，就是不管啥物小说啦、故事啦吼，伊要变做戏剧的时阵，无论是舞台剧、电视、电影等等，伊一定是搁有搁重改吼。改当然就是以即个故事为主体，但是就是伊考虑着讲伊要制作啥物效果吼，伊要伫倒可能要互大家行一条，还是讲伫啥物所在互咱。搁观察看觅，伫啥物时阵，搁可能互你小等一下，验证一下吼，种种因会考虑迄个戏剧的效果。所以伫个故事剧情来讲，当然就是甲咱看绘本的感觉佫无共，就是伫即个故事问题是因有加足侪元素伫内底。尤其是罗里亚剧团因会注重讲要甲囡仔是讲观众佫有互动，所以伊会设计一寡动作，也是一寡因认为讲要互大家参与的部分就对啦，这是无共款。即摆绘本这个物件，其实我感觉可能对在座各位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讲读有无啦读有就是讲汉字即个罗马字是毋是有法度？一看就知，当然你无学过，无可能一看就知，所以遮拄仔有咧问讲，是毋是有伫？若无上过顶期的读写班咧，是毋是有伫别位学过其他的台文课啦？若有诶时阵，算做是较有基础啦。若讲真正完全拢无学过台文的学员，可能会较食力嘛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着还袂读过，还袂学过所以我拄仔要问的意思，就是要知影讲，到底大家差不多看有还是讲抑搁看无啥有爱半页半读来迄落。所以，若做讲已经拢有学过台文课，照讲是读有啦，侦查速度的问题尔啦读较紧，读较慢安尼对无好，安尼大概了解啦好，所以咧，即摆咱进程是安尼啦我是想讲有一个方式进行，就是不管你读有读无，读紧读慢，其实大家嘛免想过讲看伊讲大家敢若讲大家拢读啊足紧，我读啊足慢嘛，毋免想即个问题你就是总是爱有一个开始若总讲你已经有读过，当然可能佫读较紧无读过嘛无要紧，咱就是豆豆来把即个故事看卖了后，咱过程中嘛是讲后壁咱会佫来补充一寡物件毋过因为今日第一摆我想讲针对即个Q 选绘本的部分，佫简单说明一下因为你刚才台语文教基金会呢是伫个
其实伫1998年就开始办阿 Q 秀啦吼，毋过伊当阵还无绘本即个组的比赛。迄个时阵呢拢是针对诗啦、小说啦、剧本啦即方面，甚至还佫有几档是奖励用台语写剧本啦所以针对大学生研究生有设即个大学生组、研究生组的台语论文的即款奖励的活动。所以就是过去拢较无即个绘本即类落尾一直有无共款的老师也好，咱的即个读者也好，一直咧反映讲，那像用台语写的故事册绘本还佫真少，是毋是会当来鼓励即方面安尼？所以落尾才开始办，即个绘本组，有加即个组就对，加即个绘本组的即个阿 Q 赏的即个奖励，就算讲是互大家一段时间来投稿就对啦。投稿就是文字尔，迄当阵拢无图遮物件就是敢若针对文字即个故事。一段时间请大家来投稿，了后去评选，才选出讲，阮一开始就说低年级，国小低年级，甲幼稚，即个年会，的即个组，甲即个中年级，甲高年级做伙啦因为实在讲，若要搁分较幼嘛是应该，毋过无法度分了较侪组，所以就是落尾敢若分安尼尔，就是幼稚甲低年级，中高年级安尼。嘛有说高中组啦，毋过高中组几若当来拢无啥物人投稿，作品真少，落尾才后壁才选出一本啦头期生拢无啥物作品所以拢针对即个国小的大部分其实嘛是拢一寡台语老师写较济但有咧国校教台语的老师即个过程中其实即个第一本就是即个暗暝猫啦，就讲落尾选即个暗暝猫是即个第一本阮出的即个作者甲其他作者比起来较特殊，因为即个作者你看伊的名要安怎读啦？你看着安尼，可能袂晓读啦你看会写哪？伊这个作者伊其实是安尼的音啦搁是伊就讲伊的名要写安尼尔伊的头发就是安尼啦伊的头发是安尼。这当然是笔名啦这位是较特殊，伊其实毋是台语老师。伊是那是几十年前的代志，差不多我近30年前，迄当阵，伊是高中生，我是去甲伊斗相共处理社团，台语社的社团，就是讲伊伫高中就是设一个台语社，甲伊迄当阵算还无即个风气伊就真有想法就对啦，所以伊就伫咧因学校。因学校嘛是咱台北市的，咱遮附近无介远的学校，叫做啥？台东高中。台北市的台东高中的高中生，迄当阵高中生，伊就说台语文社啦迄当阵当然大家嘛是看伊足奇怪嘛因为迄个时代要是学校说台语文社，无啥人有安尼的即个想法所以伊就伫高中嘛说台语文社，大学嘛是去说台语文社，拢是伊去到最就是说台语社就对啦安尼的一个少年人毋过伊较特殊啦，就是讲一方面伊的即个读册对咱一般人来讲来看就是较无顺利啦读几个所在读无毕业安尼即款的一个过程。毋过伊真有想法落尾伊走去花莲因为伫花莲读一段时间读了走伫花莲家己做即种，即马敢毋是大家拢会啥物使迄落胖卡，还是使啥物迄种家己卖物件有无？伊当阵伫遐嘛有一趟类似迄款的状况，使一台细台车，就卖烘乌链还是拍珠仔的啥物迄种就是伊感觉伊想要甲囡仔有互动的一寡设计甲囡仔有关系一寡物件兼卖食就对。所以伊足爱甲囡仔耍的，可能嘛是因为安尼，伊就是对写物件来讲，伊拢会写比较伊感觉伊想要那像互囡仔有一寡无共款想法的故事安尼所以伊写的物件其实嘛真侪毋过有一寡拢偏即个形态啦讲到遮我是顺续讲的就是
食可惜我差不多有，可能有一冬啊，就是找无即个作者，即摆毋知影即个作者是倒。本来拢一直有保持一个联系吼，但是即摆目前毋知啥物拢找无伊，啊我问相关的朋友嘛找无伊，所以即摆我暂时毋知影伊的状况安怎啊，抑阁是应该是40岁左右啦，即摆是40岁左右安尼的年岁，啊所以伊长久以来拢是较自由工作者啦吼，做一寡小生意吼，卖寡网络电器卖物件等等，即款的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吼，相对来讲，伊的写的物件可能甲一般台语老师写的物件会较无共安尼吼，所以咱若准讲去即本看了，搁去看其他的故事，应该大家会有一种比较啦吼，就讲无共作者写的方式吼，伊要表达的物件吼是较无共款的。好，这是叫做阿某嘛吼，叫做阿某吼。好所以咧，咱就来看吼。看着这个题目，恁就会想讲，敢若是毋是你可能毋是安尼讲吼？你若要形容这个物件，你会安怎讲咧？这个题目，即摆安尼是安怎读？暗暝摸吼，这是这个作者伊的讲法吼，伊的算做惯习的讲法。咱大家会安怎讲？若准讲你莫看册尔，你可能是咧讲即种形容，你会安怎讲？摸摸是哦，是摸摸，你嘛是摸摸，你的嘛是摸摸。面摸是山鸟。暗面摸山鸟。暗面摸山鸟对嘛？有人无字的对。山鸟吼，除了迄个鸟较固定以外，鸟的头前迄字嘛是有无共讲法。嘿啊，对，无字的嘛有啦吼。暗拄则讲一个暗面摸嘛吼，所以嘛有无的啦吼。无的，无音字，无嘛是有嘛，对无？对，这就是咱后壁去探讨即个贴词啦吼，就是讲咱常常台语内底有类似即款的构造的形容词、形容的物件，就是可能第一字共款，后壁第一字以外后壁两字共款，即类的即款贴词，好，来，咱是毋是轮流来读一个吼？敏玲，要来先试看卖无？敏玲，你来试看。你要看册也好，你要看白板也好，拢会，迄个投影也好，拢会使吼。来，咱试几句啊，看卖。好，你读甲足紧的呢，所以真正有看过啊，吼，好，敢有对这个故事的想法，就是你感觉这个故事感觉安怎？我本来看着，看节目，是讲囡仔好食暗暝大人要到台讲安怎去。你想讲是即款故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是我我囡仔考的，因为伊一开始就咱题啦，所以伊看这伊就讲伊看无伊就无去看。你的意思是讲伊看华文的看有？伊看华文，所以这是国字吗？我讲这个是国字，讲这是英文吗？我讲这嘛是毋是英文？对，伊就讲伊看无伊就想要，就爱看。我买这久后来我就是互伊用听，因为伊对听的物件，我感觉伊有听的意思就好。所以听就会晓。对，我就互伊听，我就讲你中海草是啥物意思？你就是用听的，听是使我甲伊豆聊，一感觉袂安尼是啊。我互伊听。先听，听了，但是就感觉就讲你就念了听就好啊。你要大概拢念几本，你就讲这我不过我想要考。对安尼就讲好，我就可以安尼念。你几岁？你囡仔几岁？
哦，已经7岁啊。哦。不管倒一本伊拢是共款就对啦，就讲迄字看无就对啦。对。呀，其实吼，即个画图者吼，阮去走找吼，嘛是走找一段时间才找着吼。伊是算伫插画界、画图界嘛是算小可有知名度的一个画图者啦吼。伊嘛是算相对就是伫阮即几本绘本内底，较特殊有的人甚至看6本绘本了后，会感觉即本的图上喜欢等等啦吼。就是讲即本甲其他确实是较无共啦吼。因为这是第一本啦吼，伊当阵嘛是想讲到底要用啥物款风格的图来配这个故事嘛，想真久啦吼。好，拄则你讲的迄个问题吼，有影会较需要一寡方法去甲伊引出问对啦吼。这嘛是咱有时会希望讲吼，有一寡咱咧诉求政策的改变吼的时阵嘛，年代针对有真侪细节吼，应该需要豆豆调整的问题吼。其实这有若是一个大工程啦吼，就亲像即个物件，其实会用即个字，其实就是有影是表示一种真特别的固定的一个价值观啦。会用即个国字字的有无？国啥物？这拢是不管你后面是做啥，其实迄就是一个足固定的，就是讲，伊要甲你表示讲，即个物件就是属于啥物，即个是足直接啦吼。所以咱当然这是长久才过来慢慢调啦吼。或者就是讲，咱拄则读诚紧的过程吼，迄个敢若即个字小考画较清尔啦，其他拢考袂歹吼。天星安那吼，拍拼安那，拍拼啥物？这字吼，伊较特殊，就是因为伊嘛算是华语无的一个声音啦吼，就是一个中长音吼。即款的中长音呢吼，咱用即个就是莫伤低的方式去读，咱拄可能有小可读较低，可能有的学员嘛读较低，咱小可搁夹起来淡薄中音的莫低音的吼。所以是笑的吼，即个是笑，当然即个就是笑吼，就是莫到笑遐尼低啦。伊一直笑，有无吼？即个笑有无？笑是第三条加长音的吼。毋过咱即个拍拼笑嘛笑袂着，笑袂着当然变调字啦吼。拍拼笑是本调吼，所以即个笑中长音吼。甲咱拄仔讲的即个做爱笑的笑是加长音，这是无共调的字吼。所以咱若读的时阵会使搁读较清楚的，就是中长音的笑吼。离笑、爱笑的笑吼。当然有些可能搁会做到咧，也是有些老社会就是即个笑，对吧？笑这个笑。即个笑其实嘛真成啦吼，因为伊有无共款就是中音，但是呢笑是长音的，笑是低音的吼，所以即几字可能咱会当搁读较清楚的啦吼。好即个足深的涂骹底吼，即个定定就讲涂骹嘛，即个涂骹有无？就涂骹的涂骹有无？涂骹底。就是意思是内底嘛，内底，然后呢，咱所谓的空，所谓的空，无啦，一空乌啷啷，即个空呢，咱伫咧即个共空有无吼？咱会讲共空有无吼？来讲，就对即个空，对即个讲，伊要形容讲安那，伊为着要形容是。足深，所以伊用即个啥物光拢笑袂着，安尼来形容迄个足深就对啦，伊是用安尼来对应啦，无论你是日头，你是月亮，还是天星的光，拢笑袂着安尼，好，伊是用安尼来对应吼。
好，再来就是电火蜡烛，当然蜡烛嘛，有其他讲法啦，会讲啊啦，除了蜡烛以外，除了蜡烛会讲啥物？即个物件除了讲蜡烛，还会讲啥物？对，有人讲蜡条对，嘿，像阮遐阮嘛是拢讲蜡条啦，好，蜡条也好，蜡烛也好，是共款物件啦，好，再来就是火球鼓，大家应该拢真知影啦，好，基本上小小的即个绘本伊用的文字拄则讲汉字、罗马字，基本上遮的汉字甲罗马字拢是算做用到无书典内面的字就对啦，所以阮是希望是讲透过绘本即个物件嘛，会当互读的人豆接受，也是讲惯势讲，这就是所有无书典的字就是安尼，阮遮有的罗马字可能会互部分的读者感觉有较济。有较济，即个部分当然比例问题，这嘛是基金会本身长久以来出杂志拢有一个算作用字规则啦。但是用字规则毋是固定无变的因为用字规则即种物件，就亲像甲有无书典嘛共款，甲有无书典目前有的遮个词咱查会到遮个词，其实伊有啥嘛会做小可调整，可比讲某一字伊头先写 A 即款型，落尾改做写 B 即落型这会改变会调整，拢是有一寡原因理由的啦，因为有些有的汉字的选择伊会用所谓的替代用字，替代用字替代用字，有可能伊认为找无适合的真正足确定的字，迄个时阵伊可能会用替代用字，但是替代用字这个物件，凡说有时嘛会有一寡争议，就是讲你怎啊无用 A 替代用 B 替代等所以这个讨论也是相关的问题。当然，咱一般咧学习的过程是无一定爱去touch 着这个部分啦。毋过就是讲，咱若准讲开始咧，去读更较侪单元的册时阵调，咱嘛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啥哪这个所在要用这个汉字，也是讲啥哪这个所在要用这款罗马字，啥哪无要写汉字等，这咱哪读哪侪着，其实着会当去思考这个问题。咱嘛是当然会当去思考讲，啥哪要安尼用啦但是就是讲书店伊基本上是已经有经过真侪讨论了，才会安尼定。但是安尼定无代表永远袂改变，伊嘛可能会搁，如果有新的证据也好，还是讲有其他的讨论，感觉讲搁较合理来讲，伊嘛可能会搁改变所以这一方面是阮汉字一定是用到无书店的汉字，若罗马字的部分是。伊有足侪汉字会当用无毋对，不过有些伊用汉字，但是基金会考虑要用罗马字，通常有几个原因啦一个就是迄个汉字对大家来讲，对普遍大家拢感觉还阁佗生疏。伊虽然可能是正确的无问题汉字，但是可能佗生疏。另外一个是可能是造字，可能伊是造字。阮过去早期啦阮头先无讲无爱用造字，阮也是照用，但是阮落尾发现，伫咧教育排版编辑的过程，造字也是一直重复出无共款的问题的时阵，落尾阮就无爱用造字啊。当然，这用甲无用之间，这个人会选择啦所谓的这个可能你会感觉讲要用啊，无爱用，就是两字像这个阮就无用啊。也是讲像这个，阮嘛无用，这拢造字，这拢是造字，佫足济啦，伊有几十字啦就是讲有几十字造字。所谓造字就是讲，比如讲上香下同就组成香，安尼，就是顶面是香迄个相形的相，下骹是即个大同的同，上香下同但是这是一字这一字所以有的人是讲香有的人是讲翔其实是甲这字共款啦，相但是这字是共还是共就是讲这字就是共这字就是翔也是翔就是讲像即款的，就是这字阮不管是翔还是白
阮即款的座椅，阮落尾决定无爱用。哦，啊，当然即摆无爱用嘛，无定定后壁用是安怎？因为即摆是软体甲资源的环境的问题，就是即摆的电脑环境还无够支援即个座椅伫逐款无共款界面出现，所以即摆阮暂时无爱用。啊，若准讲某一工凡说有解决即个问题，凡说嘛会使考虑有用啦。毋过到目前为止，即款座椅，阮为着避免即个编辑校对印刷出现的问题阮落尾还是决定无爱用啥人讲出来问题？伊本来佚佗，迄个佚佗有无？即个佚佗啊，即个佚佗看起来讲即摆大家拢拄嘛讲怪事啊。但是阮过去差不多10几年前10几年前出即个小说集，其中阮原本是用汉语写。编辑校对过着看倒一摆，看倒一摆，拢想讲校对都无问题啊。结果印出来就是安怎？阮也是想无原因，就是讲伊怎变做，就讲以即句来讲，怎变做安尼？就是讲本来应该是安尼对无印出来变安尼。本来是安尼倒是安尼结果印出来变安尼。我就无去讲，迄个漆就是毋知是安怎，迄个漆就无去，无去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接无去，怎后壁接过来，一个是交一空，所以嘛是有出现影响。遮有一空的，所以落尾阮就放弃了，座椅我就无用，所以来佚佗咱大家会当看着讲，当然你若讲干那风面可能较无要紧啦，但是。反正就是规本来讲常常是出问题。所以如果阮是汉字较生疏的，所谓较生疏，当然无一定代表讲错误嘛较生疏就是咱要看媒介关系。比如讲即个手字平的字足济啊，就讲即字，你就想讲，你可能会叫啦，叫讲啥，结果无一定叫会对，就是讲像即字，这嘛有方式顶有回字嘛。对咱来讲就较生疏，生疏就是咱。过去无机会看到，就算你看袂无一定知影伊安怎合意啦所以就是讲像即个字，阮嘛是会感觉是大家要生疏的。或者是生疏有一部分可能是较花大无重讲嘛，可能是生疏的原因啦。花大无重讲，就讲花语有可能无认识。因为咱华语惯习、华文惯习，所以咱看惯习华文太汉字，咱无一定知影相对家己有着嘛是讲汉字。所以这种生疏的啦，座椅的啦，也是讲一字多音的，一字多音的，一字多音的咧足济啊，汉字内底一字多音足济嘛，一字多音足济要安怎？就是我出现一寡问题就是安尼。比如讲，咱若做讲即马，干那写安尼，我就想讲，这一定是读做啥？你一个反应就感觉一定是读做啥？你会讲伊读做啥？对啊，所以表示讲即字大家一看，感觉就是懂啊。但问题是伊就是有另外一个音嘛。所以当你即个时阵，你要讲伊是。你是要讲伊叫当时无对有即个音但是呢，结果即个时阵，我是要叫你读安尼的，我是要叫你读安尼。毋过咱翻译拢是讲读做当时嘛，所以亲像即个汉字，我嘛足头看，就是讲我安尼，我伫咧即个书写内底讲迄个天啦当然你就是讲我看头前。有可能去加几字，我就知影有当时，但是若无咧，有诶就讲，不要去我看后壁嘛会知啊，我看后壁可能会知。伊若安尼，对无？伊若安尼时阵无，我就讲我知影安怎读。但是你就是就搁看你才知嘛，搁左拍搁倒下，所以即个时阵，阮就会用讲，当然这搁人看法无同，有的人用安尼，有的人无啦所以阮就用安尼来形容。就是讲，我要请你读东西的时阵，我就直接
着即个汉字，你会晓读好无者？我若要请你读当时的时阵，我就一字无用汉字，我就用罗马字，倒安当啊然后是，吼。当然即摆还袂逐个完全有重视，讲安尼写好，不过阮当初是类似安尼完全来用啦。不过即个你真正你就是无可能一个读当时，你问10个人，10个人拢讲当时，嘿。所以这个问题就阮规矩，即个词用两个拢汉字，即个词就汉字人用。我要讲，请你讲当时的时阵，叫你读当时的时阵，就当用罗马字。这嘛是其中一个先乱用罗马字无，所以这个部分是差不多多数是安尼的状况会去用罗马字啦。就讲字字即个字字汉字无可以用罗马字。是讲这汉字足轻松，大家袂晓读，大家拢毋知影安怎读嘛，可能毋知影意思。即种的嘛用罗马字，要互你知影安怎读就对。再来是字多音，安尼就可能会伫迄个汉字的音，大家较无熟悉的状况下，就用罗马字直接来写，无要用迄个汉字。就是为着要互你较好读啦。当然即个较好读就是前提是大家已经小可有罗马字基础，才会较好读。若无大家可能就像拄仔讲的，囡仔感觉伊看无即个字，就不管你汉字罗马字就看无，就无要读。当然嘛是定拄着安尼，但是为着讲，互大家会当较直接读，也是差不多完整的安尼啦，再来就是有一寡可能是种清楚的外来语，咱甲吸收的读法，外来语直接甲吸收。当然外来语久来嘛变做咱家己的啦，无一定讲永远外来语嘛，迄时间久来有无？即摆大家讲会甲乌多摆当做外来语，所谓外来语意思讲，迄人的话毋是咱的话，就讲乌多摆就已经是咱的话啊。但是问题是乌多摆即个词、即个音，确实是对日语吸收来，伊算是足明显的，就是讲外来语的来源。只是讲咱已经用到足惯势啊，咱嘛甲吸收做讲，迄嘛是台语其中的词，只是讲伊是对日本语、日语来吸收。亲像这乌多摆嘛是一个问题啊。乌多摆即个读法，伊就是无法度用汉字来写。当然有人硬要用汉字写嘛是会当写，但是问题，迄个写出来嘛无意义啊。因为原本会用汉字写，基本上拢是讲，伊就是因为啥物款的典故所以要用即字就是有一个意思有无？你若乌多摆要用汉字写，你完全无法度有所谓查意思的即种连接来。所以用汉字读是袂使，问题是嘛无意义。所以即个时阵，即种词嘛是用罗马字会较妥当，问题讲要安怎写啦，当然，即摆到罗斯顿的写法并毋是我即摆即个写法，是因为即摆伊的写法是把迄个音用迄个那亲像类似国际营销的迄个标示法，去甲迄个音节写出来。即摆到罗斯顿是迄个写法，毋过因有咧想讲后壁新版的要改做即个写法，就是讲咱读乌多摆的即个三音节，去照咱读出来。然后照三条规则甲伊反推讲，关条的写法是安怎？所以你若是安尼来讲是二变一多摆，就是读出来就是安尼，所以咱就会当用安尼来写。这是外来语词的一个用罗马字写的写法的状况是安尼啦但是问题亲像讲实在，你台语个暂时伫个新闻无法度安尼写，咱拢知影啥物原因？像若是台语新闻的标题，啥物会当出现即个写法？讲看话，凊彩讲不要紧，啥物会无法度新闻？台语台的新闻，啥物标题无法度出现安尼？因为惊人歹看罗马字。这是一个有可能主管会考虑的，佫有无？佫有其他的考虑无？啥物新闻？比如讲，伊即摆拢会写安尼啦。因为乌多摆有一个摆。你若乌多赛
啦吼，有可能迄个标题出现亲像安尼物件，啊，伊即个就袂用即个安尼的想法，吼，拄则有讲着可能主管惊讲人看着罗马里就安那，会惊啊，会惊哦，好，啊，过来，佫有其他原因，罗马里拍袂出来。哦，你认为可能拍袂出来，啊，过来咧，医生长，医生长。差不多是罗马你看无甲理想长上介主要啦。啊，你讲拍袂出来即个部分，啊，其实当然无可能部分拍袂出来，但是嘛是讲拍袂出来，所以就是拍会出来，即个拍毋是绝对，但是伤长甲即个看无惊看无，这是上主要。吼啊，然后即个所以而且伊就是讲，啥怎伊会惊伤长，因为伊标题一抓吼，伊限制嘛吼，就是讲咱看咧迄荧幕出来的迄个字啊。伊是基本上用17到20安尼来算，就讲你袂使超过即个字数，吼。啊，因为伊咧抄拢2句嘛，就是前后安尼吼。反正就是即个字数限制嘛，出头件，就是你若变做讲像即种物件，吼。啊，所以嘛，因为安尼，所以遐个外国人名地名嘛是即个问题。你会当讲安那？较长的就是啊。罗西啊，俄罗斯这是要会使这种3231啦吼，但是你若准讲有诶讲到诶名，种地名，有写较长诶有无？吼，嘛是共款，就讲你这样想讲啊，咱就直接用迄外来语音来去甲讲，所以你会发觉讲，可能主播也是配音讲诶，迄个音节写诶字，甲电视新闻标题所出现诶无一定完全共款，吼，声音会当较长袂要紧，啊，就是即个。标题限制几字即个问题，几个音节即个问题，吼，全把死伫遐啦。所以你若要出现讲，吼，较长的人名、地名、国名即种的，伊就是基本上用汉字，伊的迄个音节较短，吼，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无这就是讲，啥哪会用罗马字啦？我意思是讲，伫汉字啦、罗马字的即种状况来讲啦，基本上是真是，吼，会出现罗马字。好，所以咱跟他看啦吼，再来，好，带一阵人嘛吼，好，再来，即摆第2段，咱讲，无迄个麻烦，按轻吼，来麻烦看卖，看一下，我叫我还有更新。不，你这更新。试看卖。好，老某某是细汉就会啦，某某囡仔讲有字，通唔通去。那有某时仔会甲阿某某喊去，阿某某会互某时仔有甲起来，有诶通做肉干，有诶早仔咧碗球。哦，伊这一页吼，对嘛，这歹势。有去诶，阿某某拢毋捌搁转来。好，啊，咱拄则迄个按轻拍吼，就是迄个，咱即摆出现一个叫做阿某某嘛吼，阿某某吼，好，即摆就是讲迄个上有一个叫做毛时仔吼，毛时仔即个头发吼，小可注意者，就是讲，即摆有足侪词后壁拢有啊嘛吼，即个有啊的字，啊头前是啥物字？就会决定迄个啊要安怎读啦吼，因为迄个啊字头前就是神的时阵，迄个神因为只要是头前迄个有韵尾吼，而且迄个韵尾，不管是长音的韵尾还是细声的韵尾，拢会甲啊会连做伙吼，所以安尼就会变做迄个啊韵嘛是啊尔，伊会当做神的迄个恩迄个尾外。会变做连过甲啊连过，所以会变做那，吼，亲像囡仔嘛是，囡仔嘛是有无？囡仔啥会那，嘛是因为囡迄个母音迄个恩会尾甲即个神
的尾共款恩尾嘛，吼，囡仔嘛共款有无？咱即马甲囡仔甲迄个比较一共款吼。吼，即个共款有无？即个词伊若看汉字看袂出来，因为汉字都无法度甲咱讲什么韵尾啦吼。所以你若是无注意，有可能嘛是变做啦吼。啊，但是你若讲是顺安尼插连过无长，拢连过歹是长，安尼就是囡仔住的就是仔。吼，啊，毋是干那尔，像迄个，即个嘛是啊，像即种个嘛是，吼，像即个嘛是哦，这嘛是拢会连哦。伊有迄个韵尾，这个款会连哦。吼，这定咧讲的吼，定咧讲的讲起来吼，就是像这，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拢共款吼。这种个拢共款吼，这拢会连哦，拢会连哦。连的意思就变做迄个啊也是下，就是毋是单纯的啊也是下，一定会搁加迄个。即个韵尾变做是声尾就对啦，吼。但是呢，即个体尾因为伊是字尖吼的韵尾，所以字尖的韵尾结合的时阵呢，即个的时阵会变做了 a 咧的合法。是安怎？因为迄个字，吼，迄个字上煞尾是迄个字有靠喙齿嘛，吼，字。啊，毋过呢，你个 a 搁出来时阵，伊怎啊变做？迄个字尖的迄个声母了 a 咧吼就走来，所以伊这会读做讲，即个还是一个有无吼？即个变做一个有无吼？你若是后壁无物件来讲，一个当然这有写会读轻声啦，吼。比如讲笑一个，笑一个，吼，笑一个，即个一个就轻声，吼。不管轻声无轻声，伊的迄个读法就是讲会是即个。字尖韵尾的迄个韵尾会去走对后壁迄个吼 a 还是 a 的迄款，还是讲有可能啊吼，就即只个字啦吼，定定出现，就变做了 a 咧还是了啊啦迄款读法吼。这个我是感觉莫甲切断啦，因为切断真正伊是较无自然吼。你讲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迄是讲法紧有可能变做笑一个，笑一个吼，但是伊讲啊，伊是笑一个。这嘛讲歹讲，即个人是即个人，一个人，即个人拢是个的音吼，毋是讲即个人，一个人，毋是哦。我即摆是讲愈听愈济少年辈，毋知是安怎吼，就是变做甲切掉，所以全拢变做安尼尔，即个要注意者，伊拢是了 a 人吼，这拢办法，这拢变了 a。这个因为真正韵尾是，敢若袂出呢吼，连过的那吼，囡仔、模型仔吼，迄是发音有那的状况。写伊单独的字当然嘛是单独就是是甲音甲这种单独字是安尼，毋过发音读音佫侪是会连过啊吼。所以这个嘛注意者吼。再来就是讲。会互阿某互牵去吼，这个牵，伊会用牵哦。讲着牵，咱有迄个俗语啊，嘛是咧讲牵有无吼？啦，这个鬼牵苦行，人牵毋行啦，鬼牵是苦行安尼啦吼。就是这用牵的吼。再来就是再来一个动词是绑啦吼。绑起来，即摆即个绑起来头前有一个叫做“户”吼，伊用什么字写？对，即个“户”即个“户”咱就爱注意讲，若是即个句内底嘛，其实这定出现嘛吼，就是讲，即个动对象甲即个动作到底是安怎？即摆这是会互模型啊，会互模型啊绑起来，毋是会甲模型仔绑起来对无？无共款嘛对无？就是即个部分，咱即摆应该拢知啦吼，但是有些可能会怎啊过去吼。我迄天听
迄个有人要竞选嘛吼，啊竞选的时阵就是有一个演讲嘛吼。结果我听一个嘛惊一跳，讲即个有会的参选人竟然嘛会讲毋对，就是即个雨的问题。请大家互我指教。哇，我嘛惊一跳，我惊一跳。这是有会的人呢，毋是少年的，而且是惯习讲台语的，但是可能无一定惯习台语演讲，我想这是有差别啦。惯习可能是家庭内，也是讲甲较熟的人讲，无代表惯习甲无熟悉的人讲，也是讲迄个家庭以外、生活以外议题啦吼。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真趣味嘛，是真迄落的问题吼，就是。我可能袂无想知影我讲的意思，我还是写一下吼。是安尼啦。这应该是爱讲，请大家教我指教。所以就是爱看伊的意思到底是讲啥。互我指教有一点。这个可能是即摆上个会，就是伫咧听电话无共人咧讲，拢定是即个同人会，啊，给我指教啦，意思讲，请大家给我指教，啊，迄个是，所以即摆问题就是，请大家互我指教，是意思是请大家安怎？指教是请大家互我教的意思，请大家互我指教是请大家互我教的意思。啊，请大家教我指教，就请你大家教我教的意思。完全颠倒变。对，完全颠倒变。但是即我渐听到有，因为参选候选人常常有咧讲类似迄种请大家多多指教，多多给我指教，安尼迄个意思哦。所以叫大家多多指教就好啊。拢袂出唔对。然后一直想把它调整啊，那就是想给我指教，所以。嘛毋知影讲伊到底是想着给我指教，还是安那嘛毋知啦吼。但是就是这是足常听到，啊，请大家互我指教，常常听到候选人讲这种足爱笑，啊，所以就是咱咧看这故事嘛，常常有即种互安怎教安怎即种的吼，所以就是看伊的意思到底是咧讲安怎吼，是到底互无先仔绑起来，还是教无先仔绑起来，当然这一定是互啦吼。好，啊，即摆就是讲，吼，有个人讲看着即段就感觉真趣味为百般，但是嘛有人看着即段讲足恐怖，足恐怖的，要因为讲烘做百般，啊，有诶是假假的灌肠吼。好，啊，灌肠这豆豆的嘛有上口差啦吼，对，啊，所以当然你若是无一定讲故事过程无一定看来字嘛，吼，所以当然你若就无一定爱照字安尼，当然你会当讲你家己惯习的方法，吼，好啊，所以灌肠，恁遮除了灌肠，还有讲啥？我想关于即个问题进行的头一句，前一句一个放起来，即个放即个字，我发现我家己咧念的时阵，我会念袂清楚，就是放起来，爆炸，即个发音甲台北，即个就是我感觉，我会变做爆起来，是迄个我会讲袂清楚的。你是讲即个讲袂？对啊，啊，敢有啥物类似的字，我会当练。啊，即个就是对啊，台北。台北啦。对，毋过亲像我白粽的时阵，我会变做讲做白粽，就是迄个无，我较发袂出来。你是讲你会发做无红白哦？无哦。就是我会讲白粽。你迄是入城尾无清楚，毋是头前无清楚啊？你入城尾，就是讲你可能会做有点仔类似安尼的感觉。对，毋过讲台北就较袂，对我来讲白粽，就我会发袂出，后壁迄个会出来。啊，你若讲台北人应该袂毋对吧？台北人，但是讲白粽物件，白物件，会变做白。啊，你是即个啦，你说做读片安尼啦。哦。你读变做迄个文尾无清楚，你是毋是城尾是文尾啦？文尾无清楚。啊，有啥物类似的字会就是会当练习的？白线。白线。白丝啊。白丝啊。
白色啊，白手啊，白色啊，白手啊。因为我咧录音的时阵咧，咧录影片的时阵，常常发现就是我会念最紧的时阵，迄个伊就出去，啊，毋过就真歹听咯，变做巴掌。啊，迄是文会，你文会变做爱搁较清楚啦。即有些是当然速度紧，有可能就会较糊啦吼。啊，你若放紧安尼，你先读较慢的，较规遍较慢的，白色啊，菜巴啦，吼，白物件，白杂。啊，若真正佫无法度，真正爱甲考官出来袂要紧，你先白客栈。啊，迄是文会无清楚啦吼。即个甲吼，当然这是迄个拄仔讲迄个文会问题吼，伊是自己的文会啦吼。啊，啥物要甲考加落，就是讲假使你真正当甲无讲法到，我就是讲我这个毋知到底文会是安怎的推行的时阵，你会使暂时甲即个文会动作敢若袂输英语的字有科的款的读法，啊，但是迄是喙型尔，毋是真正要考出来安尼，吼，是的感觉啦吼，啊，毋过莫真正考安尼，但是迄定其实是共款，吼，白课站安尼，白站吼，好啊，所以就是即个啦吼，就是即个无错，啊，即个等着吼。好，顺续讲啦，因为即两个的分析，有时啊，若假使真正袂清楚吼，就是我中途讲吼，就是 H 尾就是 H 家己是无喙型的吼 ，H 伊就是头前是啥是啊，所以就对咧啊拢无变，但是切较短就好，所以是波啊巴，莫遐尼长，变做巴，就是讲波啊的迄个喙型就单到遮尔，伊无可能会变出来，但是甲切较短，安尼就是 H。吼，所以波啊巴啊，所以就巴，拢完全保持波啊巴的喙型，啊较短就好。吼，这就是 H 尾，拢是安尼。吼，啊，若即个拄仔讲的体尾，拄仔讲，你若亲像科的感觉，后壁有科的伊个反英语字的头法，啥物课的感觉，吼，迄个喙型。好，啊，所以请大家甲我指教，啊，你若讲你若是要请大家多指教的意思。爱讲大家甲我指教安尼吼，杨小玲。好，啊，即个肉干讲着肉干是无啥物通讲啦，毋过就是讲真好食嘛对吼，啊真好食就会食伤济对无？食伤济就会变做安那？变做变做肉会哪亲像灌肠安尼出啦吼。无啦，灌肠好啦，拄仔咧讲大家除了灌肠，佫有讲啥物讲法？咱是啥讲法？讲烟肠吼，烟肠下手，烟肠吼，啊你讲啥？灌肠，啊佫有讲其他无？烟肠呢？烧钱哦，烧钱你是听人讲，还是你家己有咧讲？你咧讲烧钱吼，佫是宜兰的，吼宜兰的嘛，吼啊烟肠其实是较南部的讲法啦，吼。啊，灌肠、烟肠应该拢较北部的讲法啦，吼。啊，所以这嘛是注意，就是讲，其实迄个若要照书顶的讲法吼，你只举手举上济，其实是上正确的讲法。就是照书顶讲法，烟肠是上正确的，就是讲伊迄个所谓正确就下迄个字啦，就是下即个字的发音拢无对。吼，就是讲 N 甲 Z 一样强吼，就是 A 甲强，即个强吼的音，较实是即个肠子的肠，即个肠吼的即个文的音，吼文的音就是强啦，吼啊，所以进前若是讲啊，迄个谁拢会读文的音，谁若即种遮尔啊口语的物件嘛会读文的音，其实。毋是因为口语就无文的音无吼，这文的音无一定甲所谓口语用词无口语用词的关系啦吼。就即个读法，确实是文的音的读法，吼啊，应该常拢下即个汉语的文的音的读法，吼啊，颠倒是读做册的，颠倒是音变走去的吼，就是讲
颠倒毋是所谓上正确的即个读法，这是讲用汉字的音即个标准来看，下汉字的音啦，好，不管延长、贯长、小前、延前拢会使，你就是各地有各地读法，所以恁若是有需要广告词段用恁家己的讲法去讲，拢 OK 啦，无一定爱照这个字啦，再来，佫有一个，拄则嘛读着分口差，就是毋捌的捌，因为拄则敢若是读捌，这是分口差，拢会使，宝阿捌，还是宝阿捌拢会使。基本上捌，应该是偏全的讲嘛，讲捌啦，毋捌，好，安尼佫继续看，所以即马再来看即个文件文件来看觅咧，来文件。阿某某囡仔无乖，就喊阿某某对喊讲，搁较细汉阿某某，开始无钱仔空，阿某某囡仔就会听遐乖乖。嘿，好，咱先到遮拄则罗马字的部分较无完全拆出来看还是嘿，这个敢若无拆出来嘛这个，这个较无拆出来看，这两个啦这个是。拄则是即两个无拆出来好，即个咧，咱主要就是看着讲，拄好即两个题是会当来比较的比较即两款字的读法是安怎无同款，就是有一种字是后壁会有两个 n 的有一种字是后壁一个 n 的有无？相对来即两种的较灰啦，较不袂清楚，嘛是顺便讲者，就讲因为伊即个是安怎？伊嘛会当用汉字来写啦，伊若要用汉字来写，会写安尼即摆就是讲，安尼你可能嘛无一定知影怎读啦，咱即摆就看罗马字科哈较无问题对无科哈无问题，但是呢后壁若有两个 n 的时阵，大家就是会当去记讲，两个 n 头前是啥物，你先拍出来，拍出来，科哈一个哈但是呢，你爱规个拢鼻音，所以但是加规个拢鼻音，安怎读？规个拢对双鼻音，就是是加这个调和对啦就是意思是讲无鼻音，但是你即摆规个加鼻音就对无？无鼻音，才无鼻音对无？对，所以就是讲，你以后看到，即种罗马字拢安尼的原理去读啦，就是讲，即个先莫看，两个 n 先莫看，你先甲迄头前是啥物，你先读出来，了后才规个拢鼻音安尼，安尼就是拢莫去改变即个的喙型，敢若加鼻音就好，你若这是字尾是 n 安尼啦，你若字尾敢若 n 的相同，这就是咱拄则咧讲包括模型啦、迄个型啦、囡仔迄个囡啦就是讲伊一个文尾字尖的喙型的文尾但是呢，即字可能有的人嘛是无一定会发，你就甲延长的延相反啦就是讲 n， 你这延长的 n， 你甲伊当做一个字来记啦，当做一个字来记，意思是爱背啦。就是讲，你若是要背讲 n 的写法，就是烟烟烟然后 n 然后拢有人讲烟若是 n 就是用安尼来写，即个我建议恁爱背啦，背起来意思就是讲，恁即摆若是亲像
科后壁你就直接 N 就出来就好，你唔免搁伫遐哦，我3字要怎斗，我就是安尼就是一字，科 N 天，还是科烟天拢会使，吼。天，啊你换是讲烟，你就画烟；换是讲 N， 你讲 N 强嘛好 ，N 平嘛好嘛。你若是换是讲 N 的，你就画即个 N 的头发，字母安尼写。所以科就加 N， 科 N 天安尼。N 的即个尾，所谓的字尖，就是咱讲字有吐喙齿有无？迄个喙形，即个是 N 甲头前有人做伙互你斗起来，拄则迄个 N 的尾伊是无去甲伊斗起来，啥啦？因为这叫做辅音符号啦吼。咱这个叫做符号，咱毋是文尾哦。看到罗马尼上座位是两个 N 的，这是符号，但是若是罗马尼上尾敢若一个 N 的，这叫文尾，吼。这个爱分清楚吼。这个是文尾，这个是平符号，爱分清楚吼。意思就是平符号是符号，就是莫去甲后前什么多音水去伫遐做好，毋免咯吼。这就是符号，符号就是咱怎讲，你先把科哈搞出来了，才规个拢平安尼就好啊。伊是要表示讲，即个爱有所以即两组字爱大家爱看的时阵爱分清楚是安怎无共款即个无注意者好，所以就是天啦所谓讲要甲细汉阿某某牵入去无先啊看，这牵是啥物动作？敢知影？对，安尼动作。再来就是咱有上尾还有三字乖，三字乖这叫做三连音的啦，三连音的这变做咱有些字我故事拢嘛是定看着三连音但是三连音的字的词呢读法其实会因为声调的关系有一寡无共款，所以呢，若是像拄则这个乖这字来讲，伊是第一条第一条的三连音，伊三个的读法拢无共，三音在读法拢无共。但是伊拄则敢若读册有小可你对，你爱读册第一个音在爱乖，虽然你罗马尼拢写共款啦，但是读法其实是无共款。伊若是用中音、关音、变音的观念来讲，伊其实是乖。这个是咪就是中音先关音，咪安尼，乖，咪，这是有一寡声调是亲像安尼来读所以爱看是啥物声调的字啦像这第一条是亲像安尼。搁有亲像迄个第五条嘛是安尼嘛对无？你看三字行的时阵有无？三字行的安怎读呢？三字的行连做伙，安尼有甲这个共款无？是毋是甲这个共款？共款啊，对啊。伊虽然写拢一定是写原调啦，但是读的时阵有无？伊嘛是当然，即个第五条有五变7、5变3两种啦，五变7，偏声的，五变3连转的所以这有两种，就变做是讲拢有啦，但是反正就是即个第一个音在的部分会较特殊有无？这第一个音在会较特殊，对无？搁有亲像迄个第7条的嘛会安尼第7条。比如讲三字拢是大，三字拢是大有无？这个是大三字拢是大的有无？这个就共款
拢会有这个第一音在有无？啊，搁有哦，第八条嘛会哦，第八条诶，亲像讲，虽然第八条嘛有分考卡啦，不过即个三个音的时阵啊。哦，虽然这有中高差，不过第一个音在也是共款吼，第一个音在共款的类似中声音安尼，只是讲无遐长尔，吼，滴，啊滴，哇滴，滴滴滴，还是滴滴滴，吼，滴滴滴，吼，变成咧滴滴滴连串的吼，所以但是无乱啦，第一音在拢是滴，吼，倒是这滴，安尼中声。音就是中声传的音，吼。你若是遮个声调，拢会有即款状况，就是第三个音的第一音在走出中声音，吼。中声音，吼，即个嘛中声音，即嘛中声音，即个嘛中声音。所以咱会常常听到，亲像安尼第一个音在，三个音第一音在，三个音在共款，结果三字的头拢无同，吼，结果所谓变调，吼，其实就是三字其实头也无同，但是若其他的就袂哦，就是讲这是有声，看什么声调啦，毋是讲所有声调的三个音拢安尼，一部分声调的会安尼，吼，亲像讲你若讲物件足细足细有无？迄就袂啊。足细，迄声调就会啊有无？足细，足细有无？足细还是足细有无？细啊好，细啊好吼。即摆你有看好看，但是即个的三个音就袂有走出这啊，有无？三字拢细还是三字拢细的时阵，你就袂走出安尼啊。你会安怎读？就是前两字共款嘛。这个一般变调啊，对无？三变四嘛，吼，水变水，吼，啊，细变细，吼，细，细，吼，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中声音、第一音在无啊，有无？所以这是爱看声调，是即几个声调啦，吼，第一声啦，吼，还是第五声啦，第七声啦，第八声啦，吼，第三个音。吼，会有亲像即个第一音在走出中声音的，啊，毋过其他无哦，吼。水嘛是无嘛，水嘛是无，水嘛一般变调尔，对吧？水啊，无随意无啦，无啦。你毋是讲哦啊，三个一定讲第一音在爱随意，无啦，嘿，这无，这刚刚迄个一般变调尔。好的，水，好，这个无啊有无？这看，这个看嘛无啊，所以讲你就爱变做是讲爱看声调啦，就是讲，当然你若讲，这个嘛无啊，这安怎打？伊若是即个用四变怪安尼来讲是跨，吼，但是因为 HAE 通常就是拢后壁有字的是会敢若较先高降吼，所以有个人会变做可能读较长的变做跨，但是安尼其实伤长，其实是高原底音啦，伊若是跨。但是，可能一般人咧讲，做较偏高降音，跨，但是即个跨较短尔，后头前拢变做高降音，吼，是应该是跨，安尼啦，吼，好所以这嘛是无所谓中声音迄种第一音在无吼，这种第一音在拢无所谓中声音哦，拢是一般变调，所以三个音第一个字会走中声音，敢若是四种声调啦，吼。
第1条、第5条、第7条、第8条，这款字3个